中间。它放在中间，别放边上，就是那么低。你呼吸的时候不要一上一下，这个手分开一点。这是你的，这是你爱他的。他是最爱呀，他不管那个狗在。这肯定是我的嘛。没有就拍着影像，然后拿回去给人看。给谁看？给家里人看。给我自己看。给你自己看。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上次你在这，你走的时候刚来，我们还带着走。原来chết Sư sư tao Vô tôi đấy Mấy chị bố tôi đấy Muốn ra ra chalo ko tate la se tare tara ma ti re ko ti ko le tes na le pa kya pe ju pa ti tes pela ro seglara jak ti pa cheglara ti ole 所以这车子好好的。白定镇，白定镇，白定镇，我们临沂县去。控制的，我靠，你这个都不会动啊。拿掉摄像机。那个酸奶给我。好了，差不多了。
凳子边上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嚓啦嚓啦的。预备。放过去。走吧，不用擦了，不用擦，不用用手擦了。小李，我们先走。
这些牛瘦得很，肚子大得很。今天从昂仁县出来，前一段时间因为车坏了，所以没办法。想从林州县走也没办法。今天快到场上，又碰到这个车，挖土。
山，充满还有啥子？这个下面也行。叉子的山不知道好走吗？先停吧。走近一点，拍点照片。
赶到打果，本来准备拍下面的后阳嘞，红的，但是现在下起大雪了，今天晚上可能要在这里过夜，看看明天怎么样，说不定是一个好时机，看看情况再说了。最好是不要太冷，对吧？应该在车里不会太冷，因为密封的好嘛，不像帐篷。对。前面就是那片红的林子，河里面，它四周环绕着河，所以呢，可能还没砍掉。前面就是云，只有割开的地方就是打果。看明天了，现在可能摄像机里面看不清楚，因为下雪下的还是很大的。刚进了。5点，天那么黑呀5点10分。5点10分。说不定今天还能看到太阳呢。云已经把那个风把那云吹开一点。有些山头已经露出轮廓了。对呀。今天在大锅下面，参加，又喝了一点酒，准备晚上睡在车里。我们吃羊肉，吃饼子，更好吃。二锅头里面掺了雪碧，就这么吃。吃完了就在这车里睡觉，外面还是有点冷，所以把那个冲锋衣啊什么都穿上了。就是车里面反正吃的东西也有，就是车里面你看明天早上打果怎么样？因为这个前面有一条河。里面长了很多红颜色的树，希望明天有那个云，那就会更好看。
就是这样。很难吃吗？好喝。这是我们的酒。我们的肉。我们的肉吃的还差不多了。不过还有买了一头羊，但是我们这几天吃的也差不多了。准备还有2条腿。吃完就再。车窗上面都冻上冰了，然后把车开一下，热一下，冻得并不像我以前那么厉害的时候，就是这么车上面，现在已经开始化开了，车热一下，看看明天是不是天气怎么样，天气好的话就可以。
真不行。这个大的镜头。好。慢点。够了。门开着有人了吗？应该没有烟。烟没有。在那边。
前面。看一下，哪里声音？农店的。下去。前面吗？谁捡币？我上个厕所。我肚子不好，拉肚子了。长裤子。啊？你裤子冷呢？冷了不是冷了吧？那。爱情。尊敬的客户，欢迎致电中国移动客户服务热线，普通话服务1。客班准准驾舱。记忆到底中的歌。客机是攀登下关就与过数给。到底中中塔。客机是攀登下关准就说即干吗？嗯。
拿相机出来。放平啊，放平啊！大个，长的，长的，怎么搞这么笨呢？箱子给不给？给我，我来拿你别给我捣乱。如果我什么都不放心让你拿的话，那就好了。那下面有个橘子，不要忘了。你拍什么呢？这个包里天真镜给我拿出来。不要转，不要转！哎。我这倒车让他拍，你再给我转。你动脑子啊！有时候需要你转，有时候不需要你转。
上关着。转那边，开电线干什么好开的？哇，这样陡。山上没草了，下去。对。那是那。就上不等那个天一个了，那个就上不到，就那个。上面，哇，大车。东西倒在地，看那边，笨的，就是他跟你说过了一遍还不行。
可以了。刚搬来吗？对。我们这干什么？现在休息。今天看牛，前天问。老子。从哪塞？别，这路转过去的就不需要。那个地方有牛的。是。好了，关。那边斜一点了。哪里？
在你们村里面给他们要，问他们要那个药的钱啊，否则的话我没钱买药了。我操！上次给了700多块钱，药全部给完了，差不多还剩一点点吧。对。那下一次没有药买了。拉近，拉近。摇的太厉害了。对。前面是加过，昨天晚上因为到晚了，1点29分，还没地方坐。这是一个湖嘛。然后昨天就在这片草地上住了。一早晨他们应该在整理茶叶帐篷。 早晨起来煮茶，昨天晚上因为很晚到没有煮茶，吃点东西，方便面。他现在拆帐篷。就是要关掉。加锅，上加锅去。
原来我来的时候，一个人来的时候，这些房子都没有，没有。就这个里面，我住在这里。哦。这里面一个房子。这些都快拆了。啊？快拆了吗？这个原来有个看房的女的，在里面开店嘛。就是这个里面，现在开一个包子。现在就全部都拆了。现在这个不行。我刚才放的好好的，把它转过来嘛，不能。靠！首先人坐的舒服，再一个要放的好。人坐的不舒服，放的再好也没。昂是走，是吗？昂是走就是地上面写的就是。过去要问清楚他们放牧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能够拖拉机能去吗？拖拉机能去，我们也能去，明白吗？因为我在他们家就是，他们拖拉机能开，我随便开。好了，不要动。那个羊放在中间。把它拉近，看那个人，慢一点，不要抖。这么多羊。这里嘛，哪路把夹那这个什么？哦，一打懂啊。那个炉子就可以了。做那叫锅煮不热。锅煮不热呢？热。热的。有。来。热的，把热的。他们是进来。啊？进来。不用进来吧？
我们弄一下，我们走了嘛。哦。对，看不上看了说的。看不上看了说的。看不上。看不上有点把放错了的。啊，就看不上有点把就把它喂。走一下。哦。马上走了。就那个。来，慢一点，再大一点。大人到啊，这在家中去打。这都可以，赶紧养的，这个是的。对，可以了，等天过等养耶。当天过天呐。天过多少嘛？就过不多多少。啊，这个年了。要刚不看才买。啊，这个年了。你咋说的？真不知道。没。自己。哎，都挂起的。没得，刚过。可能3点没来嘛，都刚啥。哎，人知道，说的不是我。没了。这个鱼做的很好，但是它过不去。今天车坏了，因为在路边停了一停，其实也在路中间吧，停了一下，然后就不起作用了。起重机可能打不起火来了。现在呢，就是打电话给那个村长，原来治国村的村长，希望他的那个130能过来拖一下，把它发动起来。摄像机镜头上全是油，不知道应该查一下。
现在刚才戴木真在那个打电话给村长打了这是第3个，他们可能打回来了。刚才在开会，所以呢，反正也不急。外面他们2个在煮茶和那个煮羊肉呢。你们车里吃的东西也多得要命，足够吃的，有20斤大米，还要多一点。还有卷心菜、苹果，还有橘子。这样说的。那个船长的那个车子有吗？130。130车，现在跑不动说。跑不动，等会儿就他们有很多人的就拖。对，拖了以后发动以后，可以他可以来说。那我说了那个，叫什么路费也便宜点说了。他说我村长里说，村长说等会儿打个电话说。现在没得个，现在没得个怎么？车没办法了。没有。我靠！那怎么办？什么问题嘛？这个起重机坏了吗？现在还不完全知道。对。发动起来再说，对吧？就是。一般就是起动机的问题，因为油泵什么的都在工作，也有电，就是所有的都可以的，对吧？明白。停机了。停机了。我靠！一下停下来就放不动。我们去抓鱼，鱼抓不到。你看这个镜头上面，捏的全是手印子，脏的要命，怎么能拍得清楚嘛？是，对不对？是。我弄出声来了，你嘴巴干了，可以哦。慢一点。现在已经几点钟了？几点钟了？我不知道。对的。7点15。7点15分。下午车停下来看鱼，看完鱼以后车打不着了，现在联系了很多人来想办法弄，但是找不到了。今天可能要住一晚上在车里啦。没办法了。说话的那个是商家。变动。但我正在接电话，
晚上就睡在车里。等一会儿帮我把睡袋拿一下。哦，我拿一个睡袋，你们要不要？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真的？嗯。感冒了麻烦了哦。感冒的时候，两个睡的气头好一点。车里面还是有点冷哦。到帐篷。这个帐篷也坏了嘛？这里不能打的，这不拿走。啊？不能打的，这里。你点个铅笔是？什么？你点个铅笔是？你得点回铅笔。2608192 87，是99号码的。谁的号码？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但是你现在没钱，没法打。没法。不是 QQ 号码。什么 QQ 号码 ？QQ 呀吗？哦 QQ。看他的肚子。马上就。他爸爸是我。不会吧？爸爸是鱼。今天这么用红这大金牙。啊，留点电，留点电。汽油多呢，把皮的。没有抓不到。你看背的。好了。我在掉，大不了能在地上那个。推一下。他们也要明天帮来说。哪里？你会不会发酒疯啊？发酒疯。绑起来啊！我跟你说。发酒疯这打呀，这里打。我谢谢。抓这个，抓这个，压住自己。我没有。干杯！干杯！为我们在外面睡觉，车坏了。怎么没有我？就你们两个。有。今天我们喝一口红星二锅头。他这个脸，开始。好，开始。来。不能一口喝，一口喝这个厉害的很，52度，辣的。收到了。哎，舒服多了。但是不能喝习惯了，因为这边冷嘛，喝一点。就是冷的时候喝一点，不喝天天嘛。那个红的有吗？一个葡萄酒。红那个。红的小瓶。红的现在没了。没了。来的时候就买了4瓶这个酒。不是，我以前那边去这个的时候好冷，喝了1瓶，一口酒喝了1瓶。那不行。不会醉，里面很热嘛。
那收不到。不能喝太多，喝1/3就够了。我喝酒的话，睡着了的，睡着了。睡着了，那你喝。有，这瓶是你的。有。睡着了也不好，就是有人在找心也，那他睡着，不行嘛。喝多了也会打架嘛。我们一般都是菩萨保佑。每次坏车坏在认识的人这里，这是认识人，对不对？对。哎，如果在不认识的人那里就麻烦了。哎。我的眼睛这那么小。手套如果新的话很贵。别人给你的话，好好的用 ，please， 明白吗？好嘞。哦，谢谢。拿一个，再给你一个别的。哦，谢，太感谢了。干着。谢什么谢？这本来就买来送给别人吃的，你现在没吃的就先吃一点吧。干着。走。干杯！干杯！干杯是要喝完，不能干杯。慢慢喝就行了，对不对？现在天黑了，我们还在喝酒呢。窗外那个反光镜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后面的背景，太阳快落山，但是这个色彩平衡，白平衡把那个颜色全部搞掉了。我让你看这个，我拍什么啊？哇，漂亮。再黑的地方也能拍。那头像牦牛一样。好干嘞。好了，我们3个人今天就睡在车里，不搭帐篷了。刚开喝了点酒，然后现在有点热。是。准备。睡觉。说话。说话这。今天。说。坏了车子，我们住在车上。什么东西坏了？是启动器马达打不着。启动机马达不转，坏了。马达不转是坏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睡在车里，他睡在这样。他还笑。等会儿你们换嘛，实行了换。就是。他车子，我的车子在打把头。就怕厂家到时候后面打洞。就是打洞嘛。这红外线还可以啊，车里面坐，是可以晚上也可以拍一点。不那么头。漂亮。像没有3天没洗过样子。昨天洗的衣服，今天没有洗过。可以了。找一个女人，来什么？行了。后面来了一辆拖拉机，但是路肯定走不过去。
刚才车已经拖着了，然后过了那个桥，最差的路也过了，然后现在，那个拖拉机在前面等我们呢，花了50块钱把拖了一下。因为这个戴姆正也是藏族，所以他也喜欢，现在学会了谈判，所以现在还不错了。现在他们正在车顶上放钢丝呢，拖拉机等不及了，要过去了。现在不知道他能不能过去。这么白了。我们在车里睡的，我们在车里睡的，这样子不能来，像猫一样了。牦牛嘛，牦牛。哦。第一次有3个人在车里睡。我的的。门怎么锁不了的？你门没关好吗？没关好。那个是工作的，我决定。好看嘞。轻点，我操！大拇指，大拇指是我。自己说吧，自己可以说嘞。自己没可以说嘞。锁不住了。说了，可以。不要弄了，锁不住了。现在自己要手轻一下，手动的。手动的。好了，不拍了，明天再没电了。今天回查字，把启动机修了，然后看情况再回来，还是回拉萨修车。有风，我觉得我操！
要往上面走，往那边走。往上面。不是，要没有买羊嘛？咱们这看到没？羊都没有。山上有羊，那边有羊。上面。在拍吗？对。这个地方挺漂亮的。回来的时候也从这里走，可以拍照片。算好时间。现在太亮了。早晨好还是晚上？晚上太阳在那里不一定好，影子里。对。早晨好一点啊。对。就要找这种路，这种路就拍照片的话可以漂亮。
最主要是车要没有问题啊。车有问题的时候很麻烦。就是嘛。上面有野驴吗？有。从这边过去呢，还是直接插过去？什么都可以。就那边可能有一个路，没有下去的路，有吗？应该有。应该有。直线走，到那哦。这个山上去那个可以到那边。拉过？哦，不是，上面。手要抓住，不能这样推。往那边转一点，转。那条路小的，看到了。
看到。那边那条路去冰川下面吗？还是哪里？是那个大观那里有一个，我们上次去过嘛。去过不在这里吗？这个路吗？不是吧？就这个路。这个路。就是我们还要过河嘛。过河我知道。是不是这条路？就是。那家人的照片，他们还在吗？会不会在？没有。真的发照片要给他们。对，没有真的。上过去，路要有一点。
如果有路的话，全部完蛋。不是，我这要过去嘛那里。我们要在这里住2天，但是问题是我煤气没了，炉子也不行，怎么办？怎么？乡里面能找到气吗？没有。没有。没有。昂仁县有修车的地方吗？卡卡镇里有。啊？卡卡镇有吗？什么卡卡镇？是昂仁县卡卡镇。哦，那个路口嘛。对，路口有。那修不了。修不了，我们。有那边叫什么？还有加气的地方也有。加气没有用，我自己也有加气。最主要我要那个仪表电路的问题。对，电路的问题有。有修电路的。有修电路。还有那个煤气桶加气的有吗？有。收。这个也要收。要收。哦，收。我以为山顶呢。有塔的那个有吗？塔座。没有塔吗？刚才这个是塔座嘛？布做的呢。哦，那个叫塔座，不叫龙胆。不叫龙胆，塔座。要塔座的地方里，要搜，必须要搜。哦，那以后就搜吧。家伙笨，懒得要命，有地方坐他就不管，箱子绑一下，你下去上厕所，脑子没有动吗？绑一下自己舒服一点嘛。这个地方哪个地方风小，以后我们要住在这里住2天。住2天看怎么拍。这边。这个我知道，肯定走这边，那边走山上去了。对。我就问你，哪个地方风小？是下面。住2天。刚才这里有嘛？下面桥边上也行，有沟的地方也行。这里去过有车子吗？啊？新庄这里找过有车子。是吧？就是。他们说借刚才。好吧，你借吧。谢的是。
看这个这东西嘛，但东部人真的用了。一个帐篷掉下来了。哎，开了。车太好，跑太快。就是，嘿嘿，那这种就是。工具放好了啊！好了。刚才工具不能少一个啊！知道。100多块钱一个。不要开玩笑啊！每次出事的都是那些好车。
里面。怎么了今天？摩托车的背。我靠！妈的！我考下来辆摩托车在这。怎么那么多车今天？都怎么？不行。这照片拿上来就有点要聊一下。对，他说的有种子没？马子。我养帮嘛这可以别介。这个啦，白的那是最顶的很。今天早上起来，车启动机不是坏了嘛？坏了，然后再停在乡政府，早上起来还是推不动。古扎叫了很多人来推也推不动，所以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就叫古扎的那个吉普呢帮我拖了一下，现在打着了，但问题是离合器。挂档这个麻烦，一松离合器它就好像已经带上档一样，好像离合器太紧了，是油的问题可能，因为冷了以后它就离合器工作就不太好。现在咱们正在弄那个钢丝呢，这就是他们的乡政府。现在打着了，今天准备跑到拉萨去把那个车修了，否则的话就没别的办法。怎么搞的？变速箱油也不行，变速箱油回去要换。变速箱油太厚了，挂档也不方便。里面有脏东西吗？不是脏东西，而是那个太厚。挂档不好挂，冷的时候就是，热的时候就可以了。上面绑好了啊，待会儿今天停车的时候检查一下。好，因为出厂上以后就开得快了，就是会飞掉。飞了把别人车砸了就麻烦了。
下，两边走动一下，看一看你怎么拍。哎。箱里面有没有？箱里有。无线网络吗？无线网络对。什么叫无线网络对？什么叫无线网络？你知道吗？不要线嘛。啊，不要线。那你电脑拿来就可以用，上网就可以用，不需要什么网线，明白吗？明白。但是最主要是他们的无线网络设置的时候，你要给个密码。我操！明白吗？给个密码，否则的话不行。没有密码你上不去。QQ 密码和那个密码不一样吗？它是网络密码，跟 QQ 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你只有上得了网，你才能上 QQ。每个乡政府都有自己的密码，网络要上登录这个网络的密码。到时候看吧，你说有，我给你设置一下行了。好，谢谢。但是你要学会，否则的话以后坏了你就没办法了。早说有吗？我就用我的电脑试试看就知道了。乡里怎么会有电脑呢？网络呢？不可能啊！这个沙子滑得很。收的那么近的，车摇的厉害，不用收那么近的，放远一点。
对。那么这个，这么是。加油了。反正有很多事情我以后给你做，让你做，你就想办法怎么样做好，练习练习做好就行了。知道。加油！加油时候不洗，行。跟他们说不熄火行吗？好。你要跟他们说我们的车没法熄火。
他们家做鸡的。让我们去。啊？让我们去。这边去了？哦，怎么样，好不好？好。啊？这个他们家都很多人。读书怎么样嘛？读书怎么样嘛？好。你妹妹也找到。等会找妹妹。我们稍微下去一点，等会停在边上。好的。我靠，这帮裤子接下来的，四川姑娘有意思。你怎么找到的嘛？刚才这里有一个专门的人，是不是？他说在那儿有饭店的有，他们吃饭。都在吃饭。对。你弟弟也在吃饭。对。你不穿校服吗？校服不穿了。再见。走了啊！我来，你想走吗？你想去的话就去嘛。跟我走，看一下你们就可以了。好嘞。可以了，我们走了。是不是打脚坏了？不是吧？这反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哎，我没有坏。没看见。什么东西啊？这个？不知道，这我就跟你说了。扎着吗？你去找吗？没去扎。抓不住。看，会咬啊！咬，肯定会咬。衣服带。放屁，他会。3:19。对。今天刚刚到拉萨，因为车祸，好了，好过来喝点雪碧，加点二锅头。喝完了好，可以睡几个小时。然后起来就要修车，明天修1天车，后天修1天。希望能够修好。对。明天、后天看抽情况，抽时间去把你爸爸的电脑买了。
你这家伙为什么不能开车呢？驾照拿到现在没拿出来，可以开吗？也帮我开一段。没用家伙，浪费那么多钱，驾照都没拿出来。唉，没用了，真没用了，脑子没想好，你知道吧？你如果想好的话，就不会浪费那么多钱了。还算好，国家给出钱，否则的话你更倒霉了。自己花一两万，也不一定能弄好了。这是眼睛。现在我们在小李家修车的地方的门口，3点钟了，准备喝点东西睡觉。这个羊放好，明天修车什么时候不要拿出来。拿出来我又难办了，因为那个东车的老板跟他说好的，我回来要拿羊肉我们吃嘛。这样拿出来了以后就麻烦了。对。准备。拿出来，然后我们修完车，东侧自己煮一点，然后呢，煮一点，然后带一点，还剩下的就带到路上去。尽量。明天看他车修的怎么样，修得好的话，晚上就住在东侧。我也讨厌，也麻烦。这个东侧要过去要过来，明天一天肯定修不完的。换个启动机，电路有问题。仪表板不亮嘛，然后还有后的驱动轴油封有问题，要换刹车，变速箱油、机油要换掉，事情还很多。你开了几个小时？只有3点，11点。11点、11点，12个小时嘛。12点、1点、2点、3点，加4个小时，16个小时，是吧？对。我跟长江过去的时候，我们在昂仁县住了一天嘛，昂仁县住了1晚上，然后第2天才到你们那边。对。所以还轻松一点。1天到拉萨。我从来没这样开过。开那么长的路，刚才长江你睡觉，他给我讲他们村里面的事情，挺有意思。
还好他跟我讲，不讲的话我睡着了。你是睡不香了。你怎么？